冇翕，哎呀，我翕係冇啦，哦好。哎呦，用吃到根本已經熱頭啊，暗草木啊！哎呀，其實草木嘅唔係熱頭，係我阿權妹韓國名聲散發出嚟嘅講夢啦！哎呀，我真都有韓國進來後，買一呀貴身呢呀韓國名聲嘅衫褲，韓國呀貴嘅行李箱全部都係呀韓國嘅衫褲，買到我都冇時間好食，發現下都是動搖，韓國啲廉價航空蛋糕又冇東西好食，古時候又當想念來食一下呀韓國食嘅東西，冇見每日按部頭啊就來煮一下呀韓國食嘅海鮮煎餅好咧。其實按用煎餅類嘅東西啊，當多蔬菜就有，像台灣最有名嘅煎餅類係乜嘅？就係蚵仔煎呐。除咗蚵仔煎以外啊，像日本有乜嘅廣島燒啊、文思燒啊、太板燒，其實呢啲東西全部就係麵粉撈實脆，然後佢攪向下就做得出來當好食嘅按用嘅東西哦。故說今日阿權冇愛做嘅韓國式嘅海鮮煎餅，咩係咁樣？故說伊個煎餅清好食嘅煎法就菜一夾嘅醬，阿權冇先教大家按用嘅來調醬哦。好，一開始按準備呀，泡菜有冇？泡菜啲韓國呀一定有名嘅呀，故說用夾嘅湯、夾嘅水就做得來做當好食嘅醬。呀泡菜的醬不用到底度，就做得來加呀調油加落去。好，差唔多按樣，過後蒜絲，做得來加一些嘅糯米絲，加落去有一些嘅酸酸的感覺。韓國一種醬料愛好食，清楚要嘅係愛有酸油嘅米絲，咩愛有一些嘅甜嘅米絲，故所愛加糖。糖其實啲醬汁底度我知道係當中有嘅元素，差唔多1湯匙半。韓國係按呢拍埋嘅，然後佢加落去以後攪啊。好，按用攪啊，呀醬就係等下按放呀海鮮煎餅嘅醬料。好，醬好食以後，今日竟然愛做呀海鮮煎餅，阿權我知道吼，自家做海鮮煎餅，清好嘅素材就係因為我嘅海鮮做得餅當多，當粗本的啊，餅下去就粗嘅。古時候準備呀太傻乾呀，其實係攞杯嘅市場底度做得拜託頭家講，頭家拜託老愛處理一下，因為愛留嘅木薯啊，愛留嘅鹼體啦，還個底杯嘅傻乾底度嘅乾嘅，愛留嘅放出來，韓國皮愛撈佢薄體，也條蔬菜可能你冇辦法自家處理，你就拜託頭家講請佢同天數處理好以後就撈佢切細啲，因為海鮮多少都會有一些些嘅味道，故所人都得加一些嘅米酒，韓國鹽撈佢嘅糯米撈佢總體，好米酒下去，生下來係鹽，冰掉嘅鹽落去。冰落去以後，撈佢攪啊，好，攪啊以後啊，一般來講，因為愛做呀煎餅，做煎餅清好底度嘅食材，愛幾件熟嘅蔥控按樣，你就唔驚講會食到按樣生嘅料理，故所做得教大家來汆燙一下，先淥過一下。大家有想到講冇做下按樣嘅來淥冇？就係用微波爐就做得來淥了，故所做得來加少水。醃過食材，加少水落去，過後就做得放到微波爐底度，用大火微波差唔多2分鐘嘅時間，按樣就做得達到淥過嘅效果哦。撈佢放落去，
好，係唔係當方便啊？唔可以用微波爐啊，就做得太多按樣，六個嘅效果。接下來，就做得攞其他嘅食材，攞佢切啦，不用落去了。呀，假使講好啲，韓國嘅一般會用一種食材叫做小蔥，唔過啲台灣愛買嘅小蔥，它唔好買，故所睇到做得用韭菜啊、韭菜花啊、韭黃啊，其實也全部就做得拿來用嘅，阿佢妹今日係來用韭菜花按樣嘅食材，做得拖下油條就拖下油條，按樣食起來口感會較好哦。嗰時你就攞佢切一細節，差唔多2到3公分，按樣嘅長度，好來切。然後擺下落嘅蔬菜，你就唔好用，切到下嫩嘅蔬菜再個留下來。好，切好以後，攞佢放落去，你台灣公地度。接下來，除咗呀韭菜花以外，阿舅媽還還會加一絲絲嘅呀蔥條，因為蔥條食起來又甜甜脆脆，口感當好哦。咪咁樣，攞佢切絲放落去。好，切絲過後，攞佢放到咁樣台灣公地度。呢菜切好以後啊，因為呀太少乾含啲嘅微波，就得先來調呀麵糊嘅情形，麵糊嘅部分後，就來用呀麵粉、含個太白粉、含個卵、含個水，係唔係當簡單？其實就一條東西攪攪啊，就做得來做煎餅了。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呀麵粉糊嘅比例吼，麵粉差唔多50公克，攞1粒卵，含個差唔多10 cc 嘅水。按樣嘅比例攞佢調整，我較多的話你就種2片，記得哦，50公克嘅麵粉我定了，等下就好誒。50公克嘅麵粉，含個1粒卵，含個10 cc 嘅水，攞佢攪，咁下就做得了。然後你就來開始來攪麵粉，好，來量一下呀麵粉嘅量，來量呀50，差唔多係3角嘅麵粉。好，接下來係呢。卵打1粒落去，打落去1粒卵，含個接下來係呢太白粉，太白粉係本呀麵粉吼，它唔會散體，而啲嘅煎餅嘅時間佢會下到胸下唔會散體，放落去差唔多1湯匙，含個接下來就係呢冰水了，做乜嘅愛放冰水？因為呀放冰水，等下做嘅煎餅會含較酥，含較脆哦，阿佢妹較好食按樣，攞杯脆脆地度軟軟按樣嘅麵皮，好，撈佢加落去，以後，你就做得來撈佢攪攪啊，好，做得攪攪啊，再個看佢嘅牛肚有辣冇，係冇辣，做得再個加一絲嘅水。哦，以上有一些嚟剔過嘅，你就做得再個加水落去，再個1湯匙，攪攪啊。看下嘅個嘅長度，好，因為等下吼，你手乾地度還會有一些嘅水分，然後等下食材全部落向下，再個看愛個加水冇，一下先去撈，你太手乾拿出來。好。看得到吼，其實也太手乾，全部就幾件熟嘅以後，你就做得撈佢落到你食材地度哦。韓國吼，家下又同大家講到吼，你海鮮煎餅地杯又用乜嘅？又有呀快菜啊，又係韭菜花。其實用呀東西吼，假使講一下生唔停，你就做得用呀紙，用嘛？呀，廚房嘅紙嚟攞佢包起來以後，愛記得哦，放到台嘅地度，愛墊，愛按用大墊，放到冰箱地度，安尼就做得保存嚟到含較久哦，就唔夾生唔停。好，接下來繼續做海鮮煎餅，老食材全部就放落去，呀手乾，唔是客氣，攞佢全部放落去，好。放落去，放落去以後就做得來加下攪好嘅麵粉倒落去，
好，倒落去以后就做得老几搅搅啊，像按样。好，阿舅妹爱吼，较好食按样，老杯像有一丝丝的面粉，含个底部有浓度色彩嘅。不过假使讲喺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朋友，好食呀，面粉较大条的，你咪做得加较大条的面粉落去哦。故说等下研究老必小嘅天包嘅准备好，就做得来煎海鲜煎饼了。今日人的料理好朋友，用係天鍋嘅，因為天鍋嘅愛拿來出只煎，故所提醒大家，聽說愛用不鏽鋼嘅材質咯，聽說愛用不鏽鋼嘅當做的出夾出食物好，一下就愛留意必少，愛用嘅看下底部嘅油和個鍋嘅油少冇，你就留油冰落去，過後愛看啊，你就按嚟搖啊，看下底都有個油嘅紋路要出來冇，迄假使講有紋路出來啊，就表示講呀天鍋嘅韓國底度嘅油已經全部就燒嘅，韓國佢一下跳起來。我記得天鍋嘅跳起來嘅時間唔好行一下，係因為呀天鍋嘅都係130度嘅時間，佢就會起價跳起來，也係佢本身嘅安全設計哦。嗰個一下油已經燒嘅以後，然就做咧來留家下攪好嘅呀海鮮煎餅嘅麵粉後，然後佢倒落去。好，因為家下人呢，太少講咩幾件麵包糕嘅，故所你就唔是講講，有條色彩會魔術就出隻餅落去就做得咧。好，餅落去，餅落去以後再個落去整形一下誒。好，一下就等佢煎到呀金黃嘅時間，就做得老佢變面了。好，煎你一下以後啊，就做得去順頭去調看一下，看有金黃嘅色冇？哦，有哦，有金黃嘅色咧，有調看到誒，按樣就做得老佢準備變面了。故說一下變面就係考驗嘅時間，用嚟講，因為阿舅妹愛好食咧吼，唔可以按到麵粉，故說愛會下散掉誒，然後就會來試看啊，來變面了。好，1、2、3，哎呀，有啦！阿舅妹硬係會做咩？唔可以哦，貴面的吼，看起來就按用金黃，炒的感覺，看起來就都像顏色，好硬呀，還有藍水又貴。故說吼，那我一面沒用，然後佢煎到差唔多再個等3分鐘的時間，等下就做得裝到盤的都好來食了。哇！看到呀海鮮煎餅，兩面金黃，炒很香顏色咯。再個特別愛對呀韓國帶咗來嘅柚味茶，雖然係完整嘅柚味透出馬西手喲。故說呀下愛來開始食飯的喲。誒，用吃到漢巴假呀有一種東西，故說我係唔係做得來搞嘢咧？韓國歐巴來做男朋友啊喲！哎呦，做得喲，肚子還有哦，呀下就開始來食飯了。老呀韓國辣醬加上去，好得唔得到咧？